大家好，我是Denzin。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来学普贤行愿品里面讲七支，或者我们平常说七支供养、七支行愿的短记。我们先来看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。养了短时了的，恰车养了，缺牌养了，下怪养了，结束一人养了，像是我的确实下过的，结束一人。全国各归养了，你两个人面的我说对不养了，当我养了对不对了？龙沟王都这边养了对不对？朱沟王都这边养了对不行的，中国多啊。当然的的朱沟王都这边养了对不行的，全国各归的两个人面的我说对啊，对的用不要的。我要养了去，养了等于是得塞的，晓得吧？对的印度，我的恰恰我都说过弟弟，吃嘛特别能洗钱的，天上我都上不到小啊，晓得吧？常在瓦当，确经下瓦当，结束业了，归西所谓，叫我众生大概介绍我，他们这早晚相柔寻我，常在瓦当，确经下瓦当，结束业了，归西所，叫我众生大概介绍我，他们这早晚相柔寻我。常在瓦当，确经下瓦当，结束业了，归西所。叫我众生大概介绍过，他们这早晚相柔劝我。我们来看第一句，恰切瓦当，确经下巴当。恰切或者是恰切瓦，指的是礼敬、礼拜的意思。当是和与，确是供养，仅是而且，所以表示它后面要接其他的词。shakba 是忏悔的意思，当呢是和，恰切瓦当，确经下巴当。所以第一句呢就讲到了七支里面的礼敬支、供养支和忏悔支。第二句，结束一让，个性苏瓦伊。结束一让是随喜的意思，结是后面。苏呢是一个格位词，一让是欢喜开心，结束一让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之后感到开心欢喜，所以呢结束一让就是随喜。个是劝请请求，做出一个要求拜托人家的动作。那这边的个呢指的是缺阔的过啊个啊，就是劝请转法轮。醒是而且，所以它后面还会接其他的词。苏瓦伊，苏瓦是苏瓦德祈请的意思。那这边的祈请呢，指的是两个人米达瓦苏瓦德巴祈请不入涅盘。一呢是的，所以第二句呢，它就讲到了随喜之、劝请转法轮之以及祈请不入涅盘之这三个。结束一让。个性苏瓦伊，我们来看第三句，给我众生打给记萨巴。给我是善恶的善，众生是些许少许一点点一丁点的意思。打是我，给呢是一个格位词，表示我呢去做一个动作。记萨巴这个记呢是任何随意一个的意思，萨巴是累积的过去式，表达已经累积。给我众生打给记萨巴。第四句，他们这左比讲出七我，他们这是一切全部所有的意思。左比讲出是圆满菩提，指的是佛果位。左把是完成圆满的意思，以呢是的，讲出是菩提，所以左比讲出就是圆满菩提佛果位。切是为了因为什么缘故的意思。我是我哇，也就是回向。我呢，它只是一个句尾的结尾词，它没有特别的意思。他们这左比讲出七我，所以这一整段的意思呢，就是礼敬、供养、忏悔、随喜、劝请转法轮、祈请不入涅盘的这一些善，
即使只有一丁点也好，任何我所累积的这些善，全部呢都回向给圆满菩提，为了成就圆满菩提而做回向。好，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再来复习一次。常在瓦当，确实下瓦当，结束也让更是所谓，叫我众生大概介绍吧，他们这所谓长久成我的确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扎西德勒。